又到夏天，冷氣幾乎係居家必備。但係香港唔少住宅都採用多房間嘅複雜格局，例如 U 型房咁樣。就算冷氣已經開啟咗，其他房間依然好炎熱。咁為咗降溫，用戶往往只能夠調低冷氣嘅溫度，延長開機嘅時間。唔單止造成能源浪費，同時仲造成近冷氣機房間過冷嘅情況。為此，我哋設計咗 CoolFlow 房身上邊踢腳線，佢既可以接觸到地上面嘅冷空氣，又遍佈全屋，善用既有嘅冷能，無需要額外嘅碳排放，即可以改善整體室內溫度嘅分佈。CoolFlow 擁有3項核心優勢：第一，房身低阻力外殼，仿效鯊魚皮微結構，有效加速自然對流；第二，熱變金屬，自然調節內部開合，令到上邊材料適時咁接觸空氣，優化儲能同埋釋放嘅節奏。第三，RT24HC 上邊材料喺冷氣運作時候儲存冷能，其相當於一個成年人靜坐嘅時候嘅散熱量，唔會為冷氣機帶來過大負擔，而喺停止後持續釋放，延長涼爽嘅時間。模擬結果顯示，單一模組可以維持超過2.9小時嘅熱緩衝效果。喺 U 型房模型入邊，原本大概28度嘅熱死角，成功降低至得返26度，溫差縮細咗36%，顯著咁提升整體室內溫度嘅均勻性。不委屈用戶減碳，從結構到材料均以日常家居使用為設計核心。採用回收鋁同埋新質材料，成個生命週期可以回收，可以生物降解，使用嘅壽命長達20至30年。整體嘅成本大概每米213港元。咁如果全港122萬戶採用嘅話，每年就可以減排42.7萬噸嘅二氧化碳，咁就相當於減少咗93萬架汽車嘅年度排放量。Cool everywhere, flow the future。我哋係別再嘆氣，多謝。